好，時間11:39啊！今日係2026年2月2號啊 ，OK 啊！我哋喺過咗深圳灣啊，10點啊，搭咗個半鐘頭車，好嚟到江門道院呢度啦嚇，食咗第一餐午餐啊！我哋今日終點係肇慶啊 ，OK。前面嗰個咧就10幾年老友啊 ，OK 啊，阿周先生啊，花名叫電土啊 ，OK。點解咧？因為佢揸車咧就好犀利嘅。一出閘咧冇人追到佢噶啦嚇，翻到嚟最終點追到佢咧唔多噶嚇 ，OK。咁啊，終於咧就漏咗佢好耐啦，以年計啊，終於係捉到佢出嚟啦嚇 ，OK 啊，捉到佢出嚟陪我顛翻晚啦 ，OK 啊。好，我哋食第一餐午餐先。黃鱔飯啊，極品啊，我都唔知幾多年前冇食過啊，都知。我哋食午飯呢個地方咧，就係江門嘅道院啊，姓道個道啊，庭院個院啊 ，OK。咁啊，據導遊講咧，就話呢度有一樣咧，國家級嘅種出嚟嘅植物嚟嘅特產啊，叫道院涼瓜啊 ，OK。同我哋平時食一般嗰啲涼瓜咧唔同嘅嚇，咁啊有機會去試下喎，好似個秤砣咁樣嘅，OK。咁我哋即將上車，下一站咧就坐多1個鐘到啦，就去江門啦 ，OK 哇！沖下水飲啊！電土，即刻有收喎啊！電土，買咗個野菊啊，胎菊啊，我哋沖茶正喎，睇睇。試下今晚 OK， 今晚唱完歌我哋練一樣先。係啊，聽唔聽到啊？我哋最主要嘅節目啊，嚟唱 K 嘅，OK。起碼殺佢6個鐘啦今日。好，時間係下午啊14:00啊，搭正啊，我哋嚟到舊地重遊啊，嚟到肇慶市啊 ，OK。對面就係七星岩啊 ，OK。好，我哋今晚住嘅酒店啊，星湖大酒店，老牌5星啊 ，OK。好，抌低啲嘢即刻去唱 K 啊，跟住唱到6點啊食飯啊，第一次啊，通常都係夜晚唱啊，依家食完午飯唱啊，唱到晚飯啊 ，OK。4粒鐘啊，講真係唔係好夠啊 ，OK。不過算啦。我哋今晚住902啊 ，OK， 做個 room tour 先 ，OK 嚇。星湖酒店湖景房啊，睇佢咩料先。做個 room tour 先啊。衣帽間有個。梳妝台、洗手盆、大浴缸、落地玻璃，呢度係全個肇慶第一間嘅5星級酒店啊，星湖酒店啊 ，OK 嚇，咁望住個星湖都 OK 啦好。好，有水有茶。好，時間2點10分啊！第一時間嚟 K 房先啊 ，OK。呢度可以坐30人㗎嚇。係啊。我的青春請放心，成就了身軀無遺憾，就算得知我亦是無憾，有一種缺陷叫無憾。哇！你錄我嘢啊？梗係錄你嘢啦！哇！啱啱唱完 K 啊，時間係18:02分啊，18:02分我哋依家係上嚟29樓啊，旋轉餐廳度食 buffet。好，29樓旋轉餐廳喺呢度啊，1個鐘頭轉一次啊。手機食咗先，睇落都幾多嘢食 ，OK 啦。可以見到佢哋啊，喺下邊啊，下層。哦得，呢度 ，OK， 見到啦。
好，成個星湖睇晒啦。好，揾張台先。16組4位，好。OK 啊，都幾大啊，都幾大。好，現在時間係14點53分啊！今日係2026年2月3號啊！我哋嚟到其中一個觀光點啊，傲雪啊，傲雪工廠啊，做乜嘢嘅咧？傲雪賣洗頭水啊，沐浴露嗰間咯啊。買洗頭水啊入嚟。呢度傲雪國際洗滌文化博物館啊 ，OK 係。